原來有公屋商鋪足足空置咗6年。根據政府嘅數據，截至去年4月，就有12間嘅公屋商鋪出現待招租或者待使用嘅情況，當中有鋪位由2018年3月空置至今，空置咗足足6年咁耐。而最近一次嘅招租亦都係喺2023年年底，可見公屋商鋪嘅招租制度存在住改善嘅空間。由於有關嘅法令已經實施咗超過30年，部分細節可能無法適應現今社會經濟發展嘅需要。為此，我最近亦都入咗一篇嘅書面質詢，希望當局能夠進一步去優化公屋商鋪嘅申請程序，亦都可以參考香港嘅經驗，恆常性將政府嘅呢啲空置嘅商鋪單位公示招租，確保資源可以充分咁樣利用。近期亦都推出咗共築創業家計劃，向合資格嘅青年實施免租金嘅提供鋪位，以便更好地支持創業同埋社會企業嘅發展，助力社區經濟，減輕創業者嘅壓力。希望新一屆政府都能夠可以參考相關嘅經驗，積極考慮。